歡迎大家收睇海外賽事嘅越洋直擊嚇！依家同大家睇緊呢就係史德布克讓賽日嘅。咁啊喺黃昏賽事之前呢，我哋將會喺澳洲英元馬場呢就越洋轉播呢就兩場賽事過嚟嘅。咁啊可幸當地今日都即係天氣轉好咗啲喎 ，Simon 啊。係啊，哇！都驚佢嗰啲雨都不時會落下嚇，因為過往都試過啦。6月份呢，英元馬場啊試過水浸，搞到就咁。好彩今日就冇嘅。咁啊，今日都算陽光普照嘅。咁啊，頭先就啱啱啊喺英元馬場就舉行咗2歲馬1級賽嘅艾堅斯錦標。咁啊，結果咧就麥道朗喎。係啊，一復出就贏馬，同埋我哋香港馬主嘅彩衣贏啊。係啦，威利係啊。係啊。咁就第1、第3名添啊，仲係爭啲包辦第1、第2名啊。好，今日就2項賽事嘅啫。咁啊，主題賽事嘅史德布克讓賽咧就1級賽嚟㗎，不過路程就比較特別啲㗎。因為一般咧就1200、1600佢又唔係嘅，佢1400嘅傳統都係咁噶啦嚇。咁另一項賽事咧就喺史德布克讓賽之後嘅場次咧就昆士蘭2200錦標啦。咁啊全球匯合彩池嘅賽事嚟嘅，2200米咧就長途賽啦。1400米就特定起步點啦，咁啊轉一個右彎，咁啊2200米咧就喺即係觀眾嘅看台之前起步嘅。咁啊今日我哋史德布克讓賽日嘅2場賽事咧就係編為 S1 嘅海外賽事第一組，第一場咧就係史德布克讓賽跑1400米，開跑時間就1點57分。咁啊第二場咧就係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昆士蘭2200錦標角逐途程就2200米，咁啊開跑時間就2點半鐘。咁啊其實亦都係當地賽事咧最後嘅2場賽事嚟㗎啦。咁啊，亦都設有4重彩同埋4連環嘅合併彩池啦，孖寶同埋孖 T。咁孖 T 當然就係呢2場啦 ，S1 嘅第一場同埋第2場。至於孖 T 嘅截止投注時間呢，就係 S1 第一場嘅開跑時，即係1點57分啦。咁啊，今日嘅賽事啦，越洋轉播亦都係全球匯合彩池嘅。